店长，我们的镀膜为什么都只有保固1年？我真正感觉讲哦，镀膜会当挡偌久这件代志哦，不是按照我导演做决定的呢，是车主哦本身施工了哦，有伊家己车照顾无好，比伊的车擦太过较一个程度的时阵哦，伊就爱帮伊做清洁，也是讲车主停车的所在啊，伊的环境停一个室内，啊伫室外吼，这拢占足重要的因素呢。照你讲哦，是车主家己本身吼，我导演做决定较对啦。我感觉吼，按帮人客做时间吼，啊，搁帮人客保护一年吼，有着要人客放心无？我感觉安尼就一定做有够啊！啊，搁来搁再讲啊，伫即摆即款的时代，按即种粗重的工作无，拢已经无人愿意学啊，啊嘛无人愿意做啊。我认为车主吼，若开钱吼，伫迄开钱的金额内底无，有法度去得到该有的施工的效果无，我感觉安尼就算足头笑的啊！而且吼，搁再讲啊。咱今仔是咧卖时间的呢，毋是咧卖保护卡的。